苗栗县政府今日派出几多位警察、韩国怪属去强制拆除太浦亚西夫人家，中药房经过一个强制拆除已经送平的，也住宿卢卡省嘅铁屋嘅也铁基嘅看现象。提供一个卢卡本怪属如大王嘅，也中药房嘅彭秀春是分黑。虽然卢卡冇黑的，不过伊能讲呢，按照法律嘅途径来捍卫自家嘅基础权益，希望司法原本伊能公道。 桃园外路同公益路交叉路系位重要房，本来有5层楼安高，苗栗县政府用为影响行车安全，ยัง会发生查封，用怪数来给到送平，同样还会发生交通事故的住宿木卡门后的铁皮屋拆退过后，铁之内看见现，居民都无奈何又动痛心。他自己的责任都是自己扛啊，说以后发生的事情，他责任他自己扛。 搞得这国家灭亡，我也不关我，弄得家不成家，国不成国。他今天用强制的手段呢，来拆走了我们的房子。人民哦，人民很痛苦啊，因为少数人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土地与房子。 亚西夫人家目前嘅看定自家家人就安尼冇睇咧，这个卫生员表示，还系会继续捍卫自家系的权益，希望司法还判家都公道。说我们违反那4原则，哪个4原则？我们没有违反那个公共安全啊，道路安全也没有啊。有挡到他什么？没有啊，有啦，唯一挡到苗栗县政府的那个啦，财路啦。 苗栗县政府强去查获嘅，唔但将系破坏嘅居民嘅家园，也太府西夫人家抢存到嘅希望，要停电查获嘅一行通就安尼冇睇咧。故所结束嘅台北嘅抗争过后，一头上演嘅民众同自己卫生员，面对陆续转来中立清楚抗争，希望政府办家都公道。下个新闻，杨怡诺、林建佑、吴思怡，苗栗报道。